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圣日，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伸出右手来，将手按在我们的心上，请圣灵此刻掌管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愿圣灵此刻降临，让我们一起开口赞美，哈利路亚。这位荣耀的君王，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们纵然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没有爱，就如同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从我们口中所出的赞美，是否以耶稣救赎我们的重价相称呢？你用重价救赎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生活老救我，祈求恩主
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我们既是蒙主恩的儿女，就要顺服，效法上帝，凭爱心行事，如同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让我们的爱心奠基在基督的真理上，让顺服的行动成为我们的敬拜与奉献。主，你要往哪里走？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并不完美，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
你神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你神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纵然有许多的问题，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基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让我们在身边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彼此相爱，让我们活出荣耀他的样式。这时，让我们同声开口，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新约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现代中文译本在58页。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过了几天，耶稣又回到迦百农城。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都聚集在那里，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向他们讲道的时候，有4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病人来见耶稣，可是因为人多，他们无法把他抬到耶稣面前，于是他们在耶稣所在的地点，从屋顶上拆了一个洞，拆开后，把病人连同他所躺卧的担架垂了下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就对那瘫痪病人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有几个经学教师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除了上帝，谁有赦免的权呢？”耶稣立刻看穿他们在转些什么念头，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想呢？对这病人说你的罪蒙赦免容易呢，还是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容易呢？我要向你们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于是他对那瘫痪病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那个人起来，立刻拿起担架，在大家注视下走出去。大家非常惊奇，颂赞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有一位葛嘉文同学，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上帝的信息。他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入城为侍奉。耶稣入城为侍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葛同学。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在还没有开始以前，我要用一首排湾族的古调做一个开始。这一首是一首感谢，所以是一种感怀。上帝他的救恩使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我们向他献上感谢。玛丽玛丽亚达茨玛斯路亚乌瓦那那玛尔萨德嘎那玛德维德维路伊有因伊诺伊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在今天这个圣日当中，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圣殿来敬拜你。我相信在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怀意念，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在今天这个圣日当中，你要帮助我们，你是圣灵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大家能够接纳玉山神医院在今天这个奉献主日当中，能够带领我的脚步，能够来到这边。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屏东三地门乡的排湾族。那我的族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学哈，我叫瓦瓦尼，瓦瓦尼啊。所以其实这个瓦瓦尼吼，像那菜市仔名吼，就是其实到处都有。所以你们不要说你们到三地门啊，我要找那个有来过双连教会的瓦瓦尼，一定要讲双连教会哦，不然叫瓦瓦尼的可能会有好几百个举手这样子。亚巴亚巴亚马布拉，亚巴亚巴是问候语，亚巴亚巴不是假拜假拜哦，亚巴亚巴哦，到排湾族的部落可以学一下，亚巴亚巴。Java Java， 好，可以问候语，就是你好的意思。Java Java， 不然，谢谢你们大家能够今天接纳我，能够来到这边来分享。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看见什么？首先，我先从我自己的故事来开始。那我是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也是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对不对？我的外婆她是家族中第一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然后因为她的关系，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家族都信了耶稣。但在我个人的信仰生命过程当中，在青少年的时候面临一个生命的转折。我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就先去工作。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于是就影响了我的聚会时间。也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迷惘了、彷徨了一段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就没有去教会。但是上帝他的带领，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青少年辅导，他不断的关心以及为我带导。于是在我离开一段时间之后，让我重新又再回到教会。而这个再回到教会的契机是什么？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点。有一天我的辅导突然就打电话给我说，因为他明明知道我的工作，我是在餐厅工作，明明知道我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去参与任何活动或聚会的，他却打电话给我说，宝宝你什么时间有那个台南神学院有一个音乐的营会，你要不要来参加？我听到说音乐的营会，因为我从小是学钢琴长大的孩子，音乐的营会，我就说我竟然很莫名其妙的，我就说好啊，我根本都没有想太多，我就说好啊，我要参加。然后我就试着放胆去问老板娘说，老板娘，我需要那个营会需要4到5天的时间，我可以参加吗？他竟然说好啊，你去啊，这个很好啊，就觉得好奇妙，因为餐厅还蛮缺人手的，可是他却让我去参加。结果我相信他一定很后悔我去参加了这个活动，因为当我参加完这个营会的时候，我在最后一天决志我要献身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音乐里面去领受上帝的爱，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我透过诗歌，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我透过音乐，透过来自亚洲不同的民族的音乐，去赞美神的那个乐音当中，我再次领受到上帝他的安慰，他的帮助。于是在那最后一天的营会当中，我决志要用音乐来服侍他。在我读完玉山神学院的教会音乐学系之后，在那之后我就去报考，然后就玉山神学院教会音乐系毕业之后，我还没有全然的心要预备好要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于是我就在跟神说，让我进到职场里面，不管你预备我到哪里，我都愿意，让我在这个当中来等候你，来寻找答案。于是在这个10年，我从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不同的机构，我进到戒毒中心的机构，我进到非常行为的少年的机构，我之后去接触这些边缘的人，之后我进到国小去教原住民音乐跟合唱团。在2015年那一年呢，我就有一个明确的心里一个明确的决定，因为我待在国小里面，我觉得我虽然过得很快乐，每天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我的训诫没有办法全然的被满足。我问神说，主啊，我每天都好快乐耶，跟这些小孩子们，原住民的小孩子真的很天真，然后每天可以唱歌，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收入又还不错。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就奇怪，就心里很闷闷的，没有办法完全的在这个工作当中很全然的去享受。于是乎在我的祷告当中，上帝告诉我，孩子，你该去了，你该去了，你该回去装备了，你该要开始为我侍奉了。于是就在2015年，我就报考了玉山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就顺利的考上。上帝明确的呼召，决志要全职侍奉这条路，当我们要踏进去的时候，一定会很多人会问说，你为什么要读？为什么要去神学院？在我们当中的牧者，可能也常常被人家问，在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去读神学院？通常我们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
上帝的呼召啊。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这句话是充满的非常多意义。以下就是我的分享。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进出城是为了回应上帝国的呼召。耶稣他又回到加百农。一般的人，如果你要，比如说你可能来到我们三地门，你不会无缘无故来，对不对？你不用从台北开车啊，或搭车特别去三地门，你一定有你的目的。你可能是去玩乐，你可能去找朋友，你可能去参加什么活动，不会没有目的的前往。耶稣他进出加百农城，表示他在这个当中有兴趣，或者是他需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进到加百农，他表示他对这个地方他有他的认同，因为这样的认同呢，才能够发出力量。经文讲到说，他又强调那个又回到城里，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他常常的去。耶稣到底要去做什么呢？耶稣他其实就是要去探望那些弱势，去看顾那些在困境中的人。他不是要去观光，他不是要去玩乐，也不是像有些人用一些不好的思想要去毒害人。他要去关心那些在弱势当中的人。我们知道有些人来到原住民的社区当中，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在这边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透过很多的媒体报道，其实你们应该也都会知道，不论是土地的问题也好，不论是选票的问题也好，或者是一些很不好的行为。我们来看耶稣他的态度跟他的使命，就是出自于他认同，他的同情在地人痛苦的生活。在路加福音5章17节这样说：当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特别强调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他就能够医治人。上帝的能力，他能够临到一个有认同跟受苦的人的身上，所以耶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让人觉得哇，怎么那么奇妙？而那些人就将荣耀归给上帝。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和那些天天他们怎么样在圣殿里面唱诗赞美的祭司啊、利未人啊，或者是天天他们在读圣经、读上帝律法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真正要赞美上帝，就是要怎么样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第二，团队信心的侍奉。我们刚刚在经文，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把一个人抬去找耶稣，几个人？4个，对不对？很大声，非常好。4个人其实代表多数嘛，2个人以上，我们代表一种多数。这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同心的行动。同心的行动，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喻，就是筷子的比喻，对不对？1根筷子、2根筷子、3根筷子、4根可能很容易就折断了。可是当一把筷子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个4个人的态度，他们怎么样？非常的积极，他们非常的热忱，非常迫切的要去完成这个救人的使命。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们是为了什么吗？为了金钱吗？还是他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取得什么利益？他们甚至把屋顶都给拆了。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他们的心里迫切渴望的要去帮助这个瘫痪的人。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去把人家的房子拆掉嘛，对不对？当然在现在是不太可能哈。我们用水泥盖的，你要拆掉的话，真的是费很大的功夫。是在那个时代，你说一个人这样子，一群人，他们迫切的想要让这一位朋友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我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疯狂 ，so crazy， 对不对？非常的疯狂。可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这样积极热忱的心，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了要帮助这位瘫痪的人。
我们这个在台湾的，活在台湾这个我们的活在台湾的人民，甚至是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没有像这样的侍卫的信心与团结，如果没有这样子共同永续为这块土地的信心所产生的使命，瘫痪的社会功能，它这个瘫痪的社会生命功能是无法得到医治跟恢复的。我们一起来看台湾教会历史那些宣教师们以及信仰的前辈，比如说我们所知道孙雅各夫妇、兰大卫家族、马偕医生等等。我们大部分都知道他们的宣教故事，他们如何的牺牲奉献，如何的手牵手团结一起来建立上帝国在台湾这块土地。他们就像这4个人的信心一样，他们一起愿意来看台湾的问题，一起来共同面对台湾的问题。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公共政策跟立法不断的在使弱势者失去社会的功能。难道我们不要去研究吗？难道我们不要去医治？我们不要去重建吗？难道我们不要把这些问题抬到上帝的面前吗？第3，权柄的侍奉。权柄或者是权威，原本是服侍人与上帝所使用的一种力量的与资源的执行使命，或者是让我们的任务可以达成的一种运用。但是我们看到权柄跟权威常常怎样？常常被一些缺乏安全感的，被这样子的人，特别是有权力有地位的这样的人所利用。他们为了手中可以抓住那些利益，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就抓住那样子的力量，导致有一些团体或者是一个人的能力跟力量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是一种罪，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文士与法利赛人，他们都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手中是握有社会丰富经验与权力的人，就如同我们现在的立法委员或者是政府官员，其实他们只要一开口一动作，就可以解决许多经济政策跟社会等等的问题。有人只要权柄而瘫痪了整个社会或教会或机构应有的功能，这个显然是从人的一个罪性来的，致使社区这些瘫痪者或者是有一些机构无法被得到医治。而耶稣他来的目的，他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去提醒那些这样子的人，去挪开他们。这些人就像石头一样，把他们给挪开，将这些瘫痪的力量把他们挪去。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第4，权柄、能力和力量的赐予给每一个人，要前去侍奉用的。耶稣他很有信心，不管是对人对上帝，他不会将他所拥有的权柄给专利化啊！耶稣不会讲说啊，这个只有我有，你们不行有。不是，他是怎么样？他是说，他要将这样的权柄，他给他的门徒，也给你我。我们在神学院的神学教育是要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有权柄去服侍。而权柄在原文当中，除了有力量、有能力的意思之外，在我们长老教会的权柄，也就是给我们能力去传福音。不仅是神学生，当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位接受装备之后，我们都要一起去服侍。这种能力、力量赋予给我们每一个人，而这个样的力量怎么去建造呢？除了受装备，在我们信仰的生活能够信实的
来走遵行上帝的话语，真诚的敬爱人跟上帝，来丰富我们的知识跟见识，用我们热忱的心、敬虔的委身跟侍奉，以及健康的生活与积极学习的态度跟行动。最后，在台语白话字这边讲到说，拿着褥子回家吧。刚刚我们的同工所读的是担子回家吧。回家，回家。如果你们还有印象，在你们的网页当中有一个影片关于讲到回家，你们还记得吗？我对你们这个影片非常的深刻。回家是什么？他告诉这个被医治好的人，叫他回家。在马太跟马可、路加3本福音书都写着叫这个人回，耶稣都叫这个人回家。家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都知道，有温饱，有亲情啊，有依靠，有文化，有认同，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耶稣没有要这个人跟随他去呢？他给他的目的是要叫他去使许多的人看见，要你回家去重建你的生命，再次的复合你的关系。今天我们都回到什么的家？这个家是什么家？上帝的家。你可能今天坐在这边，你的心还没有回到家。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回家了吗？这个信仰的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回去的目标。回到这个家是充满遥远，是充满挑战的，也是遥远的，可能对有些人是轻省的。但是在这回到家，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成长。我们一起回到这个信仰的家，如同当年我决志要献身给神，我就是要进到上帝的家，上帝的国。我要为他侍奉，我要告诉许多的人耶稣是谁。保罗不断的提醒基督徒要成长，做成熟的基督徒，作为服侍上帝和人，参与建立上帝国在世上的事工。那现在我就直接来分享我们玉山神学院的报告及一些事情。你们手上都有拿到这一张那个吗？就是请安的报告资料。这一张你们就回去自己参阅哈，我就不多说，因为我相信你们对玉神已经相当的有一个程度的了解。那我最主要是要分享的部分就是我们玉神在2015年开始接受国际原住民教会人才，在我们当中，等一下英语堂我们就有一位学生，他会在英语堂分享那来自印尼的学生叫 Nina， 他就是我们当中的学生。那也特别为着我们东部的有一些教会，他们没有能力能够聘请牧师牧者，所以玉神就差派神学生到他们当中来扶持他们，来喂养他们。特别来为着这2项来祷告，来奉献在这个经费上面的需要。那最后呢，我要唱一首我们大家，如果你有听过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唱。玛利玛利亚家的耶稣萨玛，谢谢耶稣，让我们相聚在一起，让我能够来到这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拍手哈！2、3、4，1、2、3。玛利玛利的耶稣萨玛，玛利玛利的耶稣萨玛，会唱的一起唱。Sajgana Madhava Sajgana Madhava Hayo Iyoin Hayo Iyoin Iya Ohanya Mali Mali di Yesus sama Mali Mali di Yesus sama Sajgana Madhava Sajgana Madhava Hayo Iyoin Hayo Iyoin
呀哦嗨呀。谢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应许陪伴我们走过一生的旅程。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信心，相信你掌管一切，让我们能够全然的信靠你。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看见人的需要，来听见社会的需要。透过我们的祷告和行动，来实践你公义和爱的能力，使我们的人民和社会来得到安慰、医治和转化。感谢你的引导，因着你，我们可以得享真正的平安与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这时候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边唱一边祷告。这社会当中依然有许多需要关怀的事物。那神呼召我们奉献我们自己本身，来荣耀他，来祝福人。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卑鄙人平心得救。你赐生命帮助我，使我生活老旧。闭上。我们刚才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周遭还有许多如同这个摊子一样受到很多事物的捆绑，以至于身体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但是我们每一个属于这个摊子的朋友，应该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也应该贡献我们自己的能力出来服侍，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让每一个人得着祝福。如果你愿意成为摊子的朋友，奉献你的恩赐的，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服侍团队的人可以为你祝福，让神差遣你到需要的地方去，让你就贡献你自己本身，参与在神国的侍奉，透过你生命来荣耀主。你把你手举起来哈，我们的服侍团队会有需要的人，我们就为他祷告。那其他的人，我们自己把手放在心上我们自己对神说：主啊，使用我，差遣我，
让我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圣殿当中亲近你，并且透过你的话语得着力量。主啊，我们有时生命软弱，如同摊子一样，我们需要有朋友扶持我们。又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周遭有许多的朋友受到许多事物的捆绑，需要有人来协助他们。主啊，恳求您兴起这些在你面前举手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奉献自己的恩赐，成为别人的祝福，把他每一个需要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赐福。我们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眷顾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一的心志，愿意奉献你所赏赐的恩赐来侍奉你，荣耀你。求主成全我们的心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这时候预备心来奉献。在还没有奉献之前，我们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本教会的人，请你在你的座位前面有一个单子，把你的资料、你的姓名填上去，然后直接交给收奉献的同工哈，然后他会就交给他，不要放到那个袋子里面，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认识你、介绍你。好，我们现在准备新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奉献的祷告。耶和华以勒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万物是你所创造，你供应了我们一切的需要。
又让我们参与管理你的仓库。今天我们将管理中的部分钱财拿出来做你事工的运用，求你帮助我们在你圣工上有智慧，悦纳我们所做的工。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下。接下来我来报告，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赖君明牧师代表玉山神学院在第1场跟第3场的礼拜中正道及请安报告。我们也谢谢你同学在今天的正道请安。另外，在第3场有一个妮娜同学，她会来第4场的礼拜的正道哦。我们感谢她，愿上帝赐福玉山神学院的师生的学习和服事。再来一点就是肢体关怀，本会会有柯洪显弟兄在5月25号安息主怀，定在6月6日上午10点在第2殡仪馆至美一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另外定在6月9号星期六早上10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姐妹关心代祷，愿上帝也安慰他们的遗嘱。再来就是本会所有这个很重要，有关于我们的未来哦哈。本会所有平安园牧园自今年度7月1日起会有优惠价，每单位45万调为17万，7月1号开始，所以现在才5月哈。如果有需要的人，洽中心许昭平主任。另外就是第二次新庄关怀访视志工训练，在本主日上午12点到2点半，在9楼联谊厅，请已经报名的参与者，在这次训练之中的兄弟姐妹准备出席。再来，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加拉太书的查经班教室异动，请上课的兄姐们留意，星期二早上维持在12楼的礼拜堂，星期二晚上改在10楼的礼拜堂，星期四在7楼的礼拜堂。以上，下面时间我们交给牧师。大家平安。这时候牧师来介绍第一次跟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介绍到的贵宾们请起立，好，大家可以给予欢迎。好，那第一位是珍珍姐的朋友黄百合女士，好，在后面，好，欢迎你。那第二位，这是韩国来的朋友李子燕小姐，好，欢迎你。还有黄冠群先生，小姐，抱歉，黄冠群小姐，欢迎。另外有4位朋友从马来西亚来的，陈慧萍，应该是小姐，好，马来西亚来的，欢迎。还有王纯纯小姐，
好，后面好，欢迎。还有秀斐的堂哥全家傅真祥先生4人，好，在前面欢迎。还有李新梅从台南来的李新梅小姐，好，欢迎。还有陈恩浩先生从园林来的，好，欢迎。那其他有没有新的朋友没有介绍到的？那欢迎这些贵宾哈，待会我们可以请接待人员把他引导到我们的贵宾室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很感谢宝宝你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拍手谢谢他。好，那牧师期待大家持续的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那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要把宣教的事工做好，教会一定要强壮教会要强壮，就是传道人就是要强壮。那传道人要强壮，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要强壮起来所以我们持续的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玉山神学院是特别为了原住民宣教所设立的一个学院，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为他祷告，给他关心支持，我们相信台湾的各地的宣教会持续的更好。那这时候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主日，让我们可以学习分享的信息。主啊，恳求你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可以持续关心我们周遭的需要的地方，并且奉献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特别为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玉山神学院祷告，求神保守眷顾这间学院的老师跟同学，让他们运用他们学习的来荣耀你，来祝福各地的教会。求主赐福保守。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起立来唱祝福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我们互相请安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